땡게 공감사. 大家好， 티링 안전업장 구바 남카 좋아시브티 책이. 今天我们讲第9课问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到了陌生的地方，如果您迷路了，路好像又是问出来的。假如您到了西藏，那么下面我和边巴老师要给你们讲的一些句式，一定会给您带来一些益处。那么谈到问路，我就要说说我们的八锅街了，您一定要到那儿去看看。那么您不知道到八锅街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那么您就可以直接这样问：请问八锅街怎么走？ 根据需求爬过了看这间呢，这个是。请问八过街怎么走？根据需求爬过了看这间呢，这个是。请问八廓街怎么走？根据需求爬过了看这间呢，这个是。请问八过街怎么走？根据需求爬过了看这间呢，这个是。请问八廓街怎么走？离这里远吗？顶内他人不远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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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这里远吗？可以走着去吗？宽吧，给呢，去呢，这个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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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走着去吗？那我想问一下，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破记日，昨天几句兰阔罗，远这边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破记的，昨天几句兰阔罗，远这边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破记的，昨天几句兰阔罗，远这边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破记日，昨天几句兰阔罗，远这边到那里有公共汽车吗？那么到那里打的要多少钱？破记日，昨天拉起没出了，我卡税这回事。到那里打的要多少钱？破记的，昨天垃圾没出了，我卡住这个是。到那里打的要多少钱？破记日，昨天拉起没出了，我卡税这回事。到那里打的要多少钱？破记日，昨天拉起没出了，我卡税这回事。到那里打的要多少钱？这条街叫什么街？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南迪明了，卡的4个月日。这条街叫什么街？南迪明了，卡日4个月。这条街叫什么街？南迪明了，卡的4个月日。这条街叫什么街？南迪明了，卡的4个月日。这条街叫什么街？南迪明了，卡日4个月日。这条街叫什么街？如果你想问这是北京路吗？的，北京南这边，这条路是北京路吗？的，北京南
日边，这是北京路吗？的，北京南日边，这是北京路吗？那么你想问一下，拉萨市政府的东边是什么？用藏语说的时候应该怎么表达？拉萨총기시슌키 샤랑웨기 레군디 카르레。拉萨政府东边的是什么单位？拉萨총기시슌키 샤랑웨기 레군 카르레。拉萨市政府东边的是什么单位？拉萨총기시슌키 샤랑웨기 레군디 카르레。拉萨市政府东边的是什么单位？如果您要指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一直往前走，然后到十字路口往右拐，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天嘎的流浪青年，咱西都看列也确实搞个事，一直往前走，到十字路口往右拐。天嘎的流浪青年，咱西都看列也确了搞个事。一直往前走，到十字路口往右拐。天嘎的流浪青年，咱西都看列也确了搞个事。一直往前走，到十字路口往右拐。那你要提示一下他，那里比较远，最好坐出租车去。거기 남 타 링잠 요지 약슈 주는 라치 모춘店天南，那里比较远，最好坐出租车去。거기 남타 링잠 요지 약슈 주는 라치 모춘店天南，那里比较远，最好坐出租车去。거기 남타 링잠 요지 약슈 주는 라치 모춘天南，那里比较远，最好坐出租汽车去。거기 남타 링잠 요지 약슈 주는 라치 모춘天南，那里路比较远，最好坐出租车去。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第9课问路当中的比较重要的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我们来主要学习一些句型。下面我们要对重点句型做替换练习。第一个句型是请问什么什么应该怎么走，也就是指地方。那么这个用藏语应该说根据许可卡日啦肯定是中学。比如，请问布达拉宫怎么走？根据许可如，破张布达拉拉看这是中学。请问布达拉宫怎么走？根据许可如，破张布达拉拉肯定是中学。请问布达拉宫怎么走？比如说，请问是正斜怎么走？根据许可如，创业四坠了看这是中学。请问是正斜怎么走？根据许可如，创业四坠了看这是中学。请问是正斜怎么走？比如伽马贡萨，请问伽马贡萨怎么走？根据许可如，伽马贡萨啦看这是中学。请问伽马贡萨怎么走？根据许可如，伽马贡萨啦看这是中学。请问伽马贡萨怎么走？请问西藏大学怎么走？根据许可如，彭中老着切莫拉看这是中学。请问西藏大学怎么走？
근지 슈규로 변종 로트 치몰라 근지스 조구시请问西藏大学怎么走？比如，请问学居委会怎么走？根据学居路，学窗帘了，看这是找谁？请问学居委会怎么走？根据学居路，学窗帘了，看这是找谁？请问学居委会怎么走？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式。第二种句型是到什么什么地方，往右拐或者往左拐。这个藏语应该是그게 두 예삼 야는 윤에 꼬꾸리。比如到大楼往右拐。턱지 강진다 립네耶错了找谁？到大楼往右拐。턱지 강진네耶错了找谁？到大楼往右拐。又比如到那个饭馆往右拐。사가 포기를 립네耶错了找谁？到那个饭馆往右拐。사가 포기네耶错了找谁？到那个饭馆往右拐。又比如到车站往右拐。랑고르 법주네耶错了找谁？到车站往右拐。랑코르 법주네耶错了找谁？到车站往右拐。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布达拉宫在什么什么地方，也就是指方位。用藏语应该是坡扎波德拉卡巴卡巴有谁？比如波德拉宫在前面的广场边。坡扎波德拉对错的汤金长了有谁？波德拉宫在前面的广场边。坡扎波德拉对错的汤金长了有谁？布达拉宫在前面的广场边。比如波德拉在邮电局的旁边。坡扎波德拉익섬区长了有谁？波德拉宫在邮电局旁边。坡张波德拉익섬区长了有谁？布达拉宫在邮电局旁边。又比如波德拉宫离这里比较远。坡张波德拉体内塔林藏有谁？波德拉宫离这边比较远。坡张波德拉体内特东塔人藏有谁？布达拉宫离这里还比较远。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种句型。第四种句型主要是学藏语的方向是应该怎么表达的。比如说市政府的什么或者哪一边是什么单位，这个用藏语应该这样说：총기시슌키卡日卡巴猎物卡日有谁？比如市政府东边是什么单位？총기 시슌키 샤르초기 레군티卡日谁？市政府东边的是什么单位？총기 시슌키 샤르초티 레군卡日谁？市政府的东边是什么单位？南边，로초。市政府的南边是什么单位？총기 시슌키 로초기 레군티卡日谁？市政府南边的是什么单位？ 총기 시슌키 로초티 레군卡日谁？市政府的南边是什么单位？比如西边，높초。市政府西边的是什么单位？총기
스슌기 높초기 레곤티 가르제 市政府西边的是什么单位？ 총기 스슌키 높초티 레곤 가르제 市政府的西边是什么单位？比如北边强确市政府北边的是什么单位？ 총기 스슌키强确기 레곤티 가르제 市政府北边的是什么单位？ 총기 스슌키强确티 레곤 가르제 市政府的北边是什么单位？前面我们学习了5种比较重要的句型，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如何运用的。 그를 쇼교로 다수 정강 그마여래. 노블링게 장을이야 요리. 노블링게 그마여래. 슝남기 판물이야 팀에 예문을 피해버리. 쟤는 면제 강한 그마여래. 힐라 강기 되네 요리. 도대체 前面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新的生词，下面我们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 古巴第9古巴第9 7问 7问 람카 路街 람카 路街 파고로 八廓街 파고로 八廓街 타림부 远 타림보 远 직 可以 직 可以 콤바 겜네 着走着去不行 콤바 겜네 着走着去不行 机具 랑코로 公共汽车 机具 랑코로 公共汽车 这给 这给 钱银子 钱银子 北京南北京路 北京南北京路 총길 스슌市政府 총길 스슌市政府 태가라 一直正前方 태가라 一直正前方 남 시도카 十字路口 남 시도카 十字路口 耶错了过路向右拐 耶错了过路向右拐 晕错了过路向左拐 晕错了过路向左拐 lip 到达 lip 到达 雅穴最好 雅穴最好 点坐住 点坐住 拉气抹穷出租汽车 拉气抹穷出租汽车 람踏路程距离 람踏路程距离 포자布达拉宫 포장布达拉布达拉宫 총길 스주市政协 총길 스주市政协 까마滚사라 까마 공상 까마滚사라 까마 공상 변종 럽드치모西藏大学 변종 럽자 치모 西藏大学 学闯联学居委会 学闯联学居委会 턱제康清大楼 턱제康清大楼 사카
饭馆 사강饭馆 랑코르 법수汽车站 랑코르 법수汽车站 둔초 前面 둔초前面 탕친广场 탕친广场 익삼주 邮电局 익삼주邮电局 점 旁边 점旁边 타림점 稍远 타림점稍远 디네 从这里 디네从这里 토축 手扶拖拉机 토축手扶拖拉机 을 侧边面方 을侧边面方 노르프 링크罗布林卡 노르부 링카罗布林卡 파랑을 对过对面 파르을 对过对面 예을 右侧 예을 右侧 숑람 马路 숑람 马路 예 右 예右 约左 约左 샤르 东 샤르 东 러 南 러南 눕 西 눕西 墙北 墙北 면지康 藏医院 면지康 藏医院 둔을 前面 둔을 前面 쭈블라康 大昭寺 쭈글라康 大昭寺 쯔가라 卓嘎 쯔가르 쪼가 툭순슈 劳驾麻烦 투순슈 劳驾麻烦 카쯔 正对面对门 카즈 正对面对门 북 里面深处 북 里面深处前面我们学习了跟藏族朋友问路时的一些常用句式词汇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那么如果您有机会到西藏您学会了用藏语问路吗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解码解容让我们下堂课见